真久无来讲用台语讲日记，进前有休困一段时间，是因为感觉讲我拢无进步，因为头壳内底的事就是迄几个啊。安怎讲？因为是家己讲互家己听，会当控制用啥物语序，会感觉讲安尼袂进步，袂亲像讲甲人对谈的时阵吼。听到啥物事无定着，要讲啥物事嘛是做考验家己的反应。有时阵就假先有一个词煞无法度讲出嘴，毋过家己甲家己讲话就变做较有法度变巧。即马嘛是有讲去读册会，有读一寡物件吼，可能有淡薄仔高，较会使讲搁继续，而且嘛到即个阶段吼，就是即种坎站，就是面对家己，甲家己讲话吼，因为伫外口走跳，变做讲大概实在吼，会破腹烧，破腹伫交背，毋过嘛真脆弱，因为大家拢可能无够信任，拢会胆听若讲开口较无好势，就会惊着。若是讲台语人，其实即社会真侪人拢安尼。朋友伊甲伊相弟吼，嘛是讲爸母过往了后，为着财产的代志，嘛是会感觉讲是毋是即个甲伊当做遐亲遐重视的即个亲小弟，是毋是伫会有一寡阴谋吼，是讲要甲我甲我继续的财产吼，甲伊有啥物计划，变做人甲人之间拢无法度信任。若去拍破了后，都无法度搁甲伊补起来。爱亲像做路痛的人吼，即种人无好找，因为亲像我若讲吼，对家己的感觉真好，毋过无几摆就会开始知影讲，毋是我想的安尼，无法度维持讲一直做路痛。除非真正真紧就放袂记，会当伫外口有别种较好耍的代志，毋免讲一直伫洗箍仔吼，一直伫回想伊上要伊的代志，一直回想吼，限制伫即个箍仔内底，这是较恶解的吼。若讲有朋友有即种困扰，我嘛无法度去劝，无法度苦劝，因为家己嘛是安尼。毋过即马想的，就是讲，其实就是爱继续做吼，莫搁一直想讲为安怎如何搁如何，因为吼，干若做较有法度讲有一寡物件走出来。即马当然会想讲这看起来就无望吼，无啥物希望。毋过有时阵就是讲家己做的无人看，毋过总是即个物件伫的，即个成绩吼是无人认同尔。共款做共款的代志，有的人就是拄好大家做稀罕的，拢会活过来。我甲因做的代志其实无啥物真差，就是无人活来尔。毋过咱拢会甲讲，足侪人吼，咧稀奇伫问长问短，活过来吼，当做是即个代志的结答。事实上，即个代志其实拢共款。
无啥物讲这人做诶代志较有价值，这人做就较无。毋过咱诶头壳拢受着即个社会限制。若伊是做党诶，做总诶，伊做诶万项代，拢有较有价值。像讲若伫选总统诶人，伊即马做诶代志拢做有价值。毋过若一个人着徛伫街仔路，底下无代志做，咱就会想讲这做无价值呢。咱受着即种限制，其实代志是共款诶。第一，即个宇宙有一个，若有一个创造宇宙诶人爱对伊来讲，毋是拢平共款，拢是共款诶无啥物较有价值，较无价值。是咱家己人为着要知影家己是啥物人，要知影咱爱为倒位行，爱甲时间投资伫倒位，爱有一寡参考，就变做咱家己变出来诶。这较有价值，就是咱用数字、金钱画吉差遐济，就互我感觉若即个做阵时，当然，你规个人生拢变甲做有价值。其实即个价值是互人创造出来诶。讲中文，讲英文，讲母语，讲台语，即种价值，敢毋是共款呢？若讲要用金钱，画吉，有竞争力，当然就是爱啥物英文，无就是中文，你会甲人记者，写一寡报告，中文好嘛是写甲较紧嘛写甲较好势。毋过即种价值当然是因为人，去创造出来，变做较无价值诶物件，就较无人去用，愈无人去用，就愈无嘛看袂着，一切其实是创造诶，其实爱讲虽然讲这是有较困难，因为咱拢是普通人，毋过就是爱一步一步去拍拼。以上。